有，我问问题，答对的话就直接送礼物。答对问题有福利。这万给我告诉这万凌晨呢，下个月啊。然后，晓得你就这万答对是这，小，啊，小朋友过去，小朋友过去啊。这音球能拍啥？这音球太多对你买过。아, 토마 도보처럼 어째 세나? 아, 빼기 그럼 바로 그래. 아, 가사요. 네. 야, tak, 다다 지금 호장네 이게 넣어요. 네. 이게 넣으면네. 나는 저 다녀 거네. 저 다대스케래. 어야.红萝卜是对了，不给给这些的。萝卜来。红萝卜。红萝卜是萝卜。对，不给他们这些的。吃这这些嘛，吃这这些啥口，你们吃人多啥？你们不能说了就直接作废了啊，兄弟们。哦呀。萝卜来。红萝卜。不给给这些的。萝卜是。다른 지체. 다른 지체. 체체 다른 지체. 라부서래. 저这个理解嘛，你们太敢爱吃要弄理解以后是了呀。红萝卜。interessant个呢。红萝卜是的。萝卜是帮没事的。萝卜的，人家萝卜的，다른 지체的。红色那就是。红色的。你们说了啊，不能算，不算了啊，这个。吃这个菜都靠你们吃才搞着了呀。红萝卜是的这。红萝卜是的。好了，提醒啊，提醒啊，然后看看是这里，咱们先个，拉布马布。拉布马布。拉个。老马是要干，拉布马布，红萝卜，红萝卜的拉布马布是常年的有了吗？有了吗的？对，拉布是就有的。拉布是就有了的，红拉布是。拉布是就对，拉布的嘎布都马布没来的。嘎布马布有了的，常年的马布是只有了吗？这真是真呢。天眼里嘛就是。去马里那没领一把有来的。去马里把汤钱没来的。马里把汤钱。没给你把有了嘛的他。没给你把没那要给你把忙干，没给你把要来的，人才去自由人才接的，马来，是，当然你多半的你用小拍去，呀，我从你判断啊，你判决的，话，呀，快点下，你呀。我家这里啊，快点去，台东星期参马快点去，台东的人去主播那么参马快点去推荐去，快点去，台东是一个是绝不错话，台东是一个是你咋去的去话，哎呀，快点去，等那样我说。参马个台东的人给参马个这个的家主不能吧？快点去，等那样我说，等那样，快点去，参马个这个的家快点去主不能吧？你这个这个开了嘛的家主不能吧？主要他个给我们，主要凌晨送他个下个小朋友们过去，只因穷人家要就是按你台东的嘛的啊。呀。日新，今年我咋去了些话？呀，他主要今天要主不能吧？主要凌晨呢，下个月啊，主要送小朋友过去啊，那兄弟呢？那里个吧？啊，当的那样，我说当的那样。这一群能怕就是啊，小朋友们不要站在这边。不然的话，就是你们以后不能上学了哦。哦呀，
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大就是这零跟开哟，这零车呢，这生车，这零生车呢，下个月啊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这零的红开哟，你要参加不？去红零啊！哎呀，等那你去这个，大去一个农会哟。农会有谁嘞？去俺刚刚啊。对，呀，东部我这去啊干啥哟？干啥没晒过？我们干啥没开哟？呀，到东部去，我这去喝的。这，俺把一种干起弄吧，干起弄吧弄，对了，现你们这干起弄吧。对，容了米一张桌子。我的。对没？大来个进来修。啊，那个葱八斤。葱几斤呢？啊，葱个9斤不要。这个葱可不要。但俺认得真的。俺家装修谁嘞？哦呀我呀，等那俺家装修都你俺家个呢说这话直接做的。俺家个弄你去，这话临时他们拍给咱们个老人去说呢，我们家养的。对。哦呀，家个头呢红糖是叫了拍给几什么的？就这个什么呢？现在到了，他个可能么这是咋着？那个是咋的啊？就这什么啊？顶上的脚呀，打脚球呀，脚球。呀，白糖是就得了，家这个得了什么的？不给糖的现在更什么的？干了。但是第一毛长是样子。啊。干了是就得多的得了什么的？干了什么？干了什么？对。先干。领金车的，小朋友你过去。哦呀，打着你领车呢，等你可下个用的啊。哦呀，打俺家个过年得着。呀，家改个了呢，巧克力是的不改个就是的。对呀的，就这个什么啊，就是在这个领车嘛的。没去到。呀，我们年可嘛吃。呀，等到你俺家个过呢，都是这，棒糖是就得了不给这些的人。小吃了是吧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来我们可耐心着了啊。棒糖是就得了不给更新的人呀。好啥？叫俺家总开嘛的。没去。就这个谁他都靠他个公路没经熬了呀，得就是去啊。没去。特重是的啊。特重。哎呀，他这几开了嘛林铺天，他下个就严过去了，现在是养的，现在工钱是养。呀。呀，大家抬动了先上酒啊，先上酒。把一组去做本土嘛呢，等你俺去从空呢，等你俺家有个就是。我的要的，去从空干哪有当出来可多。今天可能那俺登入是抬动了，登的是从不清楚。那没可能给搞那个。在盖着呢，昆瑞酒店对面，平城百货店。真的？我盖个东西现在过单出来了，今天说几天呢？盖过了，现在在盖酒，现在在现场的。这是个你盖不搞的，这是没搞的。呀，大金吧哟呀，快点去啊！快点去推荐去，小龙哥上个了去吧，快点去。大金吧是要这么难吧？
就说嘛了就个那记得你们不记这些啥嘛个？大生意做不呢？大生意领觉得呀？领出呢，他年3万个人呢觉得啊，这要是给我了呀，这要是领出都太高我们家眼泪，这要是领满场呢，啥个钱不没？呀，让他们怎么这个？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这种，你过来下场问个问题，没事没事，俺来晓得，这碗穷穷是给，这碗穷穷给，简单特别简单的。哎呀，我呀，打电话是这碗给呀，大生意做不难吧？零件给谁哟？他们个就搁得起。现在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就是转发一下好不好？现在这边有点长。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转发一下，在这边的话人有点多，确实有点紧张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，多多转发。直播间里有没有答对问题的？有答对问题我也直接互关。我卡包的车的，你卡包，我的手机呢？不在，我在吗？直播间的朋友们答对问题我直接互关啊，直接送100块钱啊，直接充话费100。